普拉克风采当年下已經超過5張年嘞，在佢嘅路雖講係暢通嘞，不過在面重建嘅路實未按好行。為咗提升在面，特別市政府嘅工廠就在佢農特產品嘅貼賣會，2002年本在面落嚟擺攤額，而提升幾條賺到錢。對阿里山睇下如果外界招出年超名，跳山姊妹舞蹈，還帶來呢個靜態嘅歡愉感，請大家來識年超名輕巧嘅歡愉。成為普羅嘅後生人同普羅嘅特色帶落山來，因為風災過後，真多人如莫上山去了嘞。漂亮的民宿、好吃的風味餐都在，還有熱情的原住民，我們還有很多的套裝行程可以等着大家來體驗。我同普羅嘅好，小嘅本台北人街，還有呢個寫下來。來買阿里山的有機蔬菜哦，山上的有機蔬菜。上網推銷高山嘅青菜，你一來台北，佢講下預計細細嘅願望。趕快把那些菜賣完。為咗聽受8八風災災民重建家園，呢個禮拜6日到台北市政府前有農特產品嘅貼賣，係條8係對高雄六桂新塊普羅來街，嗰時去救這個阿兵哥馬西西哥。這庫芭樂的主人啊，他就把全部的芭樂就可以說，你們阿兵哥如果沒有水果嘛，你們自己到田裡摘你們熟的東西去吃，不要浪費。我們也運不出去。8八風災農業損失超過164億，災後5個萬億。雖然講路暢通嘞，但是在其福建嘅路很緊張。災民同一啲農產品、手工藝同地方特色帶落山，我希望大家用行動共建支持。客家新聞，綜合報道。